最近这阵啊，定定咧落大雨，有真侪新长者就投诉讲，因若要出门，煞拢叫袂到航空巴士，也是无障碍计程车，有诶叫到诶，各方加收300块。消基会就呼吁交通部，就爱上泰成并预算配合政策来补助车行，希望互新长者嘛有安全利便诶交通工具。 消基会最近收到真侪新长者反映讲，若是要去看医生或者是出门的时阵，定定是约袂到政府补助的航空巴士、长照专车加无障碍计程车，而且就算是约到多元无障碍通用的计程车，伊阁会加300块。真侪新长者朋友讲，因嘛有拄过。富康巴士是有政府比较低廉的补助，是还可以，就是你可能一大早起来打电话，然后还不一定有车，计程车必须要是跳表加费，它会有距离的成本跟时间的成本，他就把这个成本转到那个轮椅乘客上面。但我觉得这是政府应该要想的问题。伫即马计程车业者有成立敬老爱心车队，不过各地方政府编列预算无同。 补助车主也无同，像台北市一抓上关是补助65块，桃市72块，台中市是85块。不过新北甲台南是无这种补助。消基会认为，若是交通部会当常态性编列预算，补助计程车业者，供应就会增加。再来就是各地方政府的代志。我们各地方政府，它必须要有一个非常一致的补助的办法，比如透过爱心卡或敬老卡，它能够透过增加点数，而且是能够折抵我们的车资。但我们还是呼吁了，能够全数折抵车资，在它的点数限制之下，是一个最一致的办法。林文杰表示，最近定定落雨，出门真无方便，伫无啥侪交通选择之下。 坐轮椅人出门坐车，一个加钱，就敢是变相伫咧挺发共款。伫无同的区域，交通的补助也无共款，这对新长者也真无公平。希望政府会当通盘规划，互新长者会当实际享受到安全方便的交通运输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